你以为骨头只是硬块，其实它每天都在听你的一举一动。我是林建宏医师，在骨科诊间工作了32年，我看过太多人在50岁后突然惊觉自己的骨头已经像酥饼一样，轻轻一碰就碎。他们不是没有吃钙片，不是没有晒太阳，也不是没有运动，问题出在他们从来不知道骨头其实一直在等待你跟他对话。骨头就像一座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工程师要定期让车辆通过桥梁？因为桥梁需要压力测试，需要知道自己还能承受多少重量，才会持续维护结构，加固钢筋。如果一座桥长期没有车辆经过，它会因为缺乏压力回馈而逐渐松动、生锈，最终倒塌。你的骨头也是这样的一座桥，它每天都在等待你给它工作，给它理由去重建自己。但现代人的生活，尤其是50岁以后的我们，做的实在太多了。每天6到8小时坐在办公桌前，坐在餐桌旁，坐在沙发上滑手机。你可能觉得这很正常，但对你的骨头来说，这就像进入了微型失重状态。美国太空总署的研究发现，太空人在太空中只要6个月，骨密度就会流失20%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重力，骨头收不到任何建造的指令，身体就会自动拆除它认为用不到的骨质。而你每天坐着不动，骨头接收到的信号跟太空人一模一样，主人不需要我了。如果你现在关掉这个影片，你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每天都在让骨头变脆。但如果你愿意给我7分钟，我保证接下来的内容会彻底改变你对骨质健康的认知。你会重新认识你的骨头，你会学会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它再次变强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部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让我先告诉你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医学事实：骨头不是死的组织，它是活的，每分每秒都在进行新陈代谢。你的骨头每10年会完全更新一次，旧的骨质被拆除，新的骨质被建造。这个过程叫做骨重塑，是你身体最精密的工程之一。但问题是，50岁以后，尤其是女性停经后，男性异固酮下降后，这个平衡开始崩溃，你的身体开始拆得比建得快。如果你又没有给骨头足够的刺激，它就会加速退休。想象一下，你的骨头就像一座每天都有车辆通过的桥，每当车辆经过，桥梁的感应器会侦测到压力，工程团队会根据数据判断那座桥的负荷还很重，我们要维持甚至加强结构。但如果有一天车辆不再经过了，感应器侦测不到任何压力，工程团队会怎么想？他们会说，既然没有人用，那就不用维护了，拆掉一些不必要的钢筋，节省资源。你的骨头也是这样运作，当你每天做6到8小时，骨头接收不到任何负重的压力信号，它会以为主人不需要我承重了，那我就不用这么强壮。于是破骨细胞开始拆除骨质，而骨母细胞却收不到建造的指令，就在旁边闲住。久而久之，你的骨头变得像蜂窝一样，密度越来越低，结构越来越脆。这不是我的想象，这是科学证据。美国太空总署研究太空人发现，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，即使他们每天运动2小时，骨密度仍然会在6个月内流失15%到20%。为什么？因为骨头需要的不只是动，而是负重的压力。你可能会说，但林医师，我有走路啊，我每天早上都去公园散步。是的，走路非常好，我鼓励所有病人走路，但我必须
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：走路只能维持现状，它不能让骨头变强。因为走路主要提供的是压力，但骨头要真正变强，需要的是压力加上拉力，两种力量同时作用，才能启动深层的重建机制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每天都有运动，却还是在一次轻微跌倒后就髋关节骨折、脊椎压迫性骨折。他们的骨头已经在无声无息中变脆了，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收到变强的明确指令。如果你想让骨头重生，第一步其实很简单，让他知道你还需要他，你还在用它，给他压力，给他拉力，给他工作。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病人故事，这个故事彻底改变了我对骨质保健的看法。让我跟你说说陈美玲阿姨的故事。她今年68岁，住在台南安平区，退休前是国小老师，非常注重健康。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到附近的公园快走1小时，风雨无阻。她还会控制饮食，每天喝牛奶补钙，定期晒太阳。她很骄傲地跟邻居说：“我这么认真保养，骨头一定没问题。”但去年3月的一个早晨，她在浴室准备洗脸，脚下踩到一滩水，身体稍微失去平衡，她本能地想扶住洗手台，但来不及了。她侧身跌坐在地上，当下就感觉右侧髋部剧烈疼痛，完全无法站起来。救护车送到急诊 ，X 光片一照出来，我心里就凉了一半。右侧股骨颈骨折，而且从影像看，他的骨小梁结构已经非常稀疏，骨密度掉到 T 值-3.2，属于严重骨质疏松。在病房里，他眼眶泛红，忍着痛问我：“林医师，我不是每天都运动吗？我也有喝牛奶、晒太阳，为什么还会这样？我做错了什么？”我拉了张椅子坐下来，看着他说：“美玲阿姨，你没有做错，你做的都很好。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秘密：走路很好，但走路只能维持健康，不能让骨头变强。你的骨头需要的不只是压力，还需要拉力。”他一脸困惑：“什么是拉力？我不懂。”我拿起一张纸，画了2个箭头给他看。走路的时候，你的体重往下压地面，往上顶，这叫压力。但骨头要真正变强，还需要肌肉收缩时产生的拉力。就像盖房子，只有柱子承受压力是不够的，还要有钢筋产生拉力，两种力量交织在一起，房子才稳固。你每天走路给了骨头压力，但没有给它拉力，所以骨头一直在维持，而不是在变强。他听了之后，眼泪终于掉下来。他说：“我以为我做得够了，没想到还不够。早知道我应该多做一些其他的运动。”但我握着他的手说：“现在知道还不晚，骨头是活的，他会听你的。接下来我们要重新教你的骨头，让他知道你还需要他强壮，你还要靠他走很长很长的路。”手术后3个月，美玲阿姨开始复健。我教她从最简单的阻力训练开始，弹力带、椅子深蹲、靠墙伏地挺身。一开始她很害怕，担心会再受伤。但我告诉她，不要怕，这些动作不会伤害你，它们会唤醒你的骨头。6个月后，她回诊做骨密度检查，报告出来那天，她拿着报告单，眼睛发亮：“林医师，你看，我的 T 值从-3.2进步到-2.8，骨密度真的回来了。”我笑着说：“这就对了，你的骨头听到你了，他知道你还需要他。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走路维持健康，但不能让骨头变强。如果你想要真正强壮的骨头，你必须给它更多，给它压力和拉力的双重刺激。现在让我深入解释，为什么骨头需要压力和拉力这2种力量。每当你提一袋牛奶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
爬楼梯、推开一扇门，你的骨头都在听。它们透过一种叫做机械感应的机制，接收到2种力量的信号。第一种力量是压力，来自重力和地面的反作用力。当你站立、走路、跳跃时，你的体重往下压，地面往上顶，骨头夹在中间，承受这股压迫的力量。这种压力会让骨头内部的骨细胞感受到形变，就像你压海绵一样，骨细胞会被挤压变形。这个变形会触发一连串的生化反应，告诉身体这里需要承重，要维持结构。第二种力量是拉力，来自肌肉收缩时对骨头的牵引。当你用力抓握、推拉、蹲下、举起手臂，你的肌肉会收缩，而肌肉的两端附着在骨头上，所以当肌肉收缩时，它会拉扯骨头。这种拉力会让骨头感受到张力，就像你拉橡皮筋一样，骨细胞被拉长、伸展。这个张力同样会触发生化反应，告诉身体这里需要更强的附着点，要增加骨密度。骨头就像一个极度聪明的建筑师，当他同时感受到压力和拉力，而且这2种力量超过他习惯的阈值时，他会立刻判断主人的活动量增加了，需求变大了，我必须变得更强壮才能应付。于是他会启动重建模式，召唤骨母细胞来增加骨密度，填补骨小梁的空隙，让整个骨骼结构变得更致密、更坚固。但如果你每天只是坐着、躺着，偶尔走动一下，骨头接收到的信号非常微弱，远远低于它的阈值。它会判断主人的需求很低，我不需要维持这么强的结构。于是破骨细胞开始拆除多余的骨质，节省身体的资源和能量。久而久之，你的骨头变得越来越脆弱。这不是在惩罚你的身体，这是在唤醒它。你可以从最简单、最温和的动作开始，椅子深蹲，让你的大腿骨和髋关节同时感受到压力和拉力；阶梯上步，让你的小腿骨和膝关节承受负重；弹力带划船，让你的肩胛骨和脊椎接收到肌肉的牵引。这些动作不需要健身房，不需要昂贵的器材，但它们能给你的骨头最清晰、最直接的信号：我需要你强壮，我还要靠你活很多年。给骨头理由去变强，不是虐待它，而是唤醒它，尊重它，与它对话。接下来我会告诉你3个关键的训练原则，让你的骨头重新开始建造，重新变得强壮。如果你想让骨头重新变强，你必须记住3个核心原则。这3个原则是我在30多年的临床经验中，从无数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中归纳出来的。原则1：稳定加上持续，比强度更重要。很多人以为要让骨头变强，就必须去健身房举很重的杠铃，做很激烈的运动，但这是错的。骨头需要的不是偶尔的爆发性刺激，而是规律的、持续的温和刺激。为什么？因为骨头的重建周期很长，从破骨细胞拆除就骨质到骨母细胞建造新骨质，整个周期需要3到6个月。如果你只是偶尔做一次剧烈运动，骨头收到的信号是混乱的、不连续的，它不知道该不该启动重建机制。但如果你每周规律地给它刺激，比如每周2到3次，每次20到30分钟，骨头会判断这是主人的新常态，我必须适应，于是它会持续建造，而不是拆除。我常常跟病人说，每天一先点，骨头听得到，不要想着一次做很多，而是要让骨头习惯每周都有工作要做，这样它才会持续投资在建造上，而不是把资源撤走。原则2：温和的阻力，重点在意识而非重量。你不需要去健身房举50公斤的杠铃，事实上，对5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过重的负荷反而可能造成关节和肌腱的伤害。
你需要的是温和但有意识的阻力训练。一条弹力带、一面墙壁、一把稳固的椅子，甚至一箱5公斤的米，都可以成为你的训练工具。重点不是重量有多重，而是你在动作过程中有没有意识到你的肌肉在用力，你的骨头在承受压力和拉力。比如说，当你用弹力带做划船动作时，不要只是机械式的拉来拉去，你要慢下来，感受你的肩胛骨收紧，手臂的肌肉拉扯，背部的骨头被牵引的感觉。当你靠墙做伏地挺身时，专注在你的胸部肌肉收缩、手臂骨头承重的那个瞬间，这种有意识的用力会让神经系统更有效地传递信号给骨头，告诉它这里需要变强。我最常跟50岁以上的病人说，不用重，只要有意识。这6个字就是骨质训练的精髓。原则3：平衡力与方向，给骨头全方位的刺激。骨头不是只在一个方向上承受力量，你走路时大腿骨承受垂直的压力，你转身时脊椎承受扭转的力量，你侧身弯腰时骨盆承受侧向的张力。所以你的训练也不能只做单一动作，而是要给骨头多方向、多角度的刺激。具体怎么做？很简单，你可以今天做深蹲，让下半身的骨头承受垂直的压力和拉力；明天做弹力带划船，让上半身的骨头接收到后拉的张力；后天练习单脚站立，训练平衡和稳定，让骨头学会在不同姿势下维持结构，这样交替进行，你的骨头会在各个方向上重新定位，重新建造新的骨小梁网络，变得更加坚固和有弹性。现在我想停下来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学到了新东西，如果这些原则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打算从哪个动作开始？是椅子深蹲、弹力带划船、靠墙伏地挺身，还是单脚站立？让我知道你的选择，也让我知道你是认真想要改变的。现在让我带你深入骨头的内部世界，看看每天在你体内默默进行的细胞战争。在你的骨头里有2支队伍时时刻刻在工作。第一支队伍叫建造组，学名叫骨母细胞，英文是 osteoblast。他们就像建筑工人，负责造新的骨质，把钙质、磷酸、盐和胶原蛋白组装成坚固的骨小梁结构，让骨头变得坚硬致密。第2支队伍叫拆除组，学名叫破骨细胞，英文是 osteoclast。他们就像拆除工人，负责分解老旧的受损的骨质，清理出空间，让新的骨质可以填补进来。在你年轻的时候，这2支队伍是平衡的。建造组每天盖多少，拆除组就拆多少，整个骨骼系统维持在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。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的骨密度可以维持稳定，甚至还会持续增加到30岁左右，达到高峰。但是50岁以后，尤其是女性停经后，男性异固酮下降后，情况开始改变。雌激素和异固酮这2种荷尔蒙原本的功能之一就是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，让它们不要拆得太快。但当这些荷尔蒙下降后，破骨细胞就像失去了约束，开始加速工作。它们拆除骨质的速度变快了，而建造组的骨母细胞却没有相应地加速，结果就是骨头被拆得比建得快，骨密度开始逐年下降。更糟糕的是，如果你每天都坐着不踩骨，头任何负重的压力和拉力，就等于放假给拆除组。破骨细胞会继续拆除他们认为用不到的骨质，而建造组的骨母细胞因为收不到任何需要建造的信号，就在旁边闲住，无所事事。久而久之，你的骨头变得像蜂窝一样，骨小梁的网络越来越稀疏，空洞越来越多，
整个骨骼结构变得脆弱不堪。但是当你开始做有负重、有阻力的运动，比如深蹲、提重物、用弹力带拉扯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这些动作产生的压力和拉力会让骨头内部的骨细胞感受到机械形变，这些骨细胞会立刻释放信号分子，告诉骨母细胞主人需要更强的骨头，赶快加班建造。同时，这些信号也会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，告诉他们现在不是拆的时候，是建的时候。于是，建造组接到指令，开始加班工作。他们分泌骨基质，把钙质和胶原蛋白填补到那些稀疏的空洞里，增加骨小梁的密度和厚度。同时，拆除组的活动被抑制下来，拆除的速度减慢。这样一来，建造的速度超过拆除的速度，你的骨密度开始回升，骨头重新变得强壮。你不需要记住这些复杂的生物学名词，你只要记住最简单的一句话：动等于建造，不动等于拆毁。每一次你有意识的用力，每一次你让肌肉收缩，让骨头承重，你都是在告诉建造组继续盖，我需要你们，我还要靠这些骨头活很多年。现在我要给你一个具体的可执行的行动计划，这是我专门为50岁以上的朋友设计的7天骨头觉醒计划。这7天不会让你变成运动员，但会重新启动你的骨头，让他知道你还需要他。第1天到第2天，墙壁伏地挺身10次做2组，站在离墙壁约1步的距离，双手撑在墙上，与肩同宽，身体慢慢前倾，让胸部靠近墙壁，然后用力推回。这个动作会让你的手臂骨、肩胛骨和胸椎接收到压力和拉力的双重刺激。记住，不要求快，要慢慢做，感受肌肉收缩的过程。第3天到第4天，椅子深蹲10次做3组，站在一把稳固的椅子前面，双手轻轻扶着椅背，保持平衡，慢慢弯曲膝盖和髋关节，像是要坐下去一样，蹲到大腿与地面平行，然后再慢慢站起来。这个动作会让你的股骨、胫骨、髋关节和膝关节的骨头感受到强烈的负重刺激。如果一开始觉得吃力，可以只蹲到1半的深度，慢慢进步。第5天，弹力带划船做2组，每组10到12次。坐在椅子上或站着，双脚踩住弹力带的中间，双手抓住两端，保持背部挺直，双手向后拉，想象你在划船，让手肘向后，肩胛骨收紧。这个动作会训练你的上背部、肩膀和手臂的骨头，给他们后拉的张力刺激。第6天，单脚站立，30秒，每只脚做2次。站在椅子旁边，一手轻扶椅背，保持平衡，抬起一只脚，用另一只脚站立30秒。这个动作会训练你的平衡能力，同时让支撑脚的骨头接收到更集中的负重压力。平衡训练对预防跌倒非常重要，而预防跌倒就是预防骨折。第7天，太极缓慢动作加上深呼吸，10分钟，做一些缓慢的、流畅的动作，比如太极的云手、单边，或者只是缓慢的抬手、转腰、踏步，配合深呼吸，让身心都放松下来。这一天是让你的骨头和肌肉得到休息和整合的时间，也让你的神经系统巩固这7天学到的动作模式。这7天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做完这7天之后，你可以重复这个循环，或者根据自己的感觉增加一点强度、一点次数。重点是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，让你的骨头每周都能听到你的声音。你的骨头还在听，它在等你，告诉他：我还在动，我还在活，我还需要你强壮。
不要让他以为你已经放弃了，不要让他继续拆除自己。从今天开始，重新跟你的骨头对话。最后，我想请你做2件事。第一，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家人，尤其是你的父母、你的兄弟姊妹，让他们也知道这些知识，让他们的骨头也有机会重新变强。第二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我会持续分享更多实用的健康知识，陪你一起走这条让身体更强壮的路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记得你的骨头在听，你现在就开始跟他说话吧。